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一开始，咱来关心中研院一个已经离职的研究助理去画掉。中研院的报告内底有提出6大欠点，那亲像是标准动作做不标准。中研院院长廖准智昨昏伫立法院嘛，因为这件代志向全国回失礼。卫生部长陈时中即嘛是强调讲，这件代志会抄清楚，而且处罚无分职位大小。本人仅代表中央研究院致以诚挚的歉意。高雄回失礼，佮强调会量早厘清事件真相。中研院院长廖俊凯13拜一到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进程，先向全国民众回失礼，因为中研院前研究助理，伊是因为无落实 SOP 刷感染Delta 变异株。有立委质疑这事件敢是也涉及职场霸凌，因为这名研究助理捌互实验室加上国际报告，刷红不同对待。因为他的业绩上报，造成了这一个。就是在媒体上所谓的一个职场的霸凌，他受到了这个身心上的一个创伤，是不是呢？首先，我们实验室绝对没有霸凌这件事情，问题是这位助理，他的对于他所犯的错的事情，他长官对他指责的时候，他的认知不一样罢了。疫情指挥中心伫中研院实验室采检，发现有5个所在呈现阳性反应，包括倒面、门背等。中研院报告也指出，这摆意外事件有6大欠点，包括鸟车甲意外事故无依院内规定通报，无伫生物安全柜中操作鸟车个人防护装备、穿脱实验衫，也无完全依照 SOP。确诊女研究助理是新进人员，操作训练不足，而且使用操作过程中无管理也是资深人员伫中控室监控，院方应该加强督导中心审查督导机制。操作小组应于生物安全柜中进行，但录影带显示11月24日并未依规定于生物安全柜中操作小组。这都要看调查的一个结果出来，那不排除任何的惩罚，只要是有谁该负责，那该惩处，那就是照法来做就是。但市长强调，一切疑点拢要由调查来厘清，而且定处无排除任何争议。另外，春节过了后敢是降级？但市长表示，若讲状况无变，有降级的可能性。不过，也是爱继续观察疫情。记者综合报道。那咱国内昨昏有新增加5个大病入境的案例，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为着要对抗 Omicron 病毒，咱全国会继续维持2级警戒到12月27。挂水暗的规定无改变，公共场所同款爱徛名册，爱磅体温。那当时会当降级，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这就爱看国际疫情，也有咱国内预防下的注射率。国内新冠肺炎疫情13拜一增加5例境外移入确诊病例，分别来自越南、英国、中国等，全部拢有完整自疫苗记录，5个人拢属于突破性感染。今天的5例境外入都是突破性感染哦，那有3位是接种 AZ， 那 BNT 跟科兴各有1位是接种2剂。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第18期新冠疫苗注射计划，将提供 BNT 疫苗预约。第1期对象是12岁以上的民众，第2期是11月18进前已经做第1期的18岁以上的民众，10月21之前已经做 AZ 第1期民众也会当预约做 BNT。预约时间是拜24早起10点到拜35中到12点结单。注射的时间是12月16到22，大约有120万人符合资格。BNT 第1剂的部分是有31.4万人啊，那 BNT 的第2剂，大概是85.8万人。那另外 AZ 第2剂混打 BNT 的，大概是2.8万人。为了应应 Omicron 病毒来袭，加上秋冬甲春节应变措施，指挥中心宣布，全国有望维持2级警戒到12月27。即马催暗规定，无加减嘛无放零，相关营业场所的实联制、量体温等防疫措施也继续维持。那我们必须要能够确保，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社区疫情不会激增，然后对医疗量能不会造成足够的冲击，我们才能够来讨论这个降级跟国门松绑的一些条件。
出国交通部长吴国在13日立法院表示，邮轮复航计划已经取得指挥中心同意，有希望伫明年1月复航。对此，指挥中心回应表示，游客登船离船进前，拢爱自费提供快筛阴性报告。邮轮工作人员也需要完整做疫苗，而且满14天。到目前为止，咱国民众第一剂疫苗注射率是78.89%。第二期是64.17%，第三期注射率是0.13%，也就是讲有300多人已经完成第三期追加剂。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基隆、新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若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1度6。日时开始，东北季风就会减弱，温度就会回升。咱来看温度。今日日时东北季风减弱，敢若剩东半部有局部地渐雨，西半部拢是好天。明仔开始到拜四，天气真稳定，温度会回升，敢若剩早暗会较凉冷。拜五到礼拜日有锋面会回过，而且有较强的冷空气会入南，所以天气会明显转寒。若拜五北部、东半部嘛会开始落雨。另外，目前伫鹅銮鼻东南边25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名号做雷伊。后礼拜一可能会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咱的水气会变较高，各地落雨机会嘛拢会增加。来关心万隆变电所变电害气导火，造成双北有超过30万户失电。台电用内部的算法来算的一户敢若赔1块银尔，这是引起民众骂价。经济部即马要求台电爱提出专案来赔偿。大火搁请乌烟，台北市文山区万隆一处变电所12早起9点42分，因为变压器故障爆炸起火，影响双北地区、文山区、中永和、新店等地区停电，影响超过30.5万户。尤其新店民权路停电差不多2-3点钟，北酒店头受影响。没电，你暗明蒙，谁看得到是什么东西？营业额就差一半。还有人厝内底有重症患者，临时停电3点钟，呼吸器无法度用，好佳在有上水桶马上应用。因为妈妈需要呼吸器，一定要电，所以就比较困扰。双北停电，搁一摆冲击民生。经济部处长张文生表示，相关责任要等台电报告出来了后才做判断。停电影响的赔偿方案，台电表示，因为停电原因是设备故障，未用专案赔偿，会依照台电营业规章第39条，按照时间长短来扣电费钱。这摆受影响的30.5万户，有9成将近28万户，15分钟之内电倒来啊！依照规定无要赔偿，停电2点钟到3点钟有差不多2000多户，依照公式来算，一般的主体仅能赔1.08块，小型的店家以1度2.12块来算，总共一天也就赔1.41块。其他的调整方案，我们现在在评估中。1块钱、2块钱没用啦，赔1个月的电费。台电表示，这摆导火原因是万隆变电所甲中和高压电塔是同一条输电线路，变电所电流量太过大引起的。佮强调万隆新设的变电所早伫2年前已经起好，按过地方意见，所以无法度线入去。对事故责任，台电讲是地方意见影响。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台电应该承担责任。在还没有迁进以前，还是要维持它的安全最重要。台电统计，目前全台有618个变电所，包含31个超高压变电所、587个一处变电所、一处配电变电所、二处变电所，其中大部分拢是伫外口。经济部表示，会伫农历过年进前完成总体检。记者综合报道。加上今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长郭文铁推动台北通 APP， 即马互台北市机关积极讲收集民众的个人资料，用伫毋是防疫的用途，而且拢无大声讲。批评安尼是违反卫福部防疫实联制的指引，嘛违反个人资料法，要求市府爱随停用。来关心联合报。涉嫌拍入美国加入的林炳初，防检机讲，伊伫7月15甲10月15，分别伫台北的和欣，也搁有台中的荣总驻Moderna预防车。啊，毋过当时伫7月份的时，咱国内敢若开放50岁以上会当注射。伊是防积极讲，伊才43岁尔，哪有法度提早注射，敢有特权？和欣的病院即马是表示讲，当时伊是以护理师的男朋友这个身份来注射的，因为算是大做伙的厝内人，所以优先注射，而且是自存的。
来关心中国时报，美国总统拜登顶礼拜召开民主峰会，根据报道，行政院政务委员邓凤伫分组讨论的时，有一张甲咱台湾甲中国表示做无共识水的图，这是互美国官员看到错一条，赶紧甲画面砍掉，只剩声音。邓凤全安尼是消息去。美国国务院是澄清讲，邓凤无去是无细致的，但外交部嘛表示讲，这是技术出问题尔。来关心12月18举办公投，哪里持续咧动员？总统蔡英文嘛有拍影片咧吹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去农业大官婚林去扫街去宣传。之前是拢无对公投表态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昨昏又伫伊的面册写上情字的文章，伊表示讲公投正港的意义是人民对这件代志咧表达意见，也毋过即马乃不敢那亲像咧选举。如果你认同我的主张，我要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考量国家发展的情势，做出了现阶段最好的决定。吹票公投4个拢无动气，总统蔡英文录影片，强调这边的公投是要决定目前正全力伫咧做的能源转型、供电稳定、全球经贸布局甲民主深化等4个政策，是毋是要继续向前？伊的立场正清楚，可能无法度互每一个人拢满意。也毋过，只要对国家整体发展好，伊就会承担。对内底的议题也用大户向时代邮票。要符合国际标准，还有信用，这是两个上重要的代志嘛。那么希望讲，这题就是讲禁止美猪进口这一题吼，那么导致了不同意啦。这不是个人，这是一个全体台湾人，尤其大家健康，对国民人来讲啊，这来猪是绝对袂使食的。所以一定要赶来，咱共同站出来。赶快用台语回应内底的议题。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到农业大官婚林加政车扫街，也佫针对12湘北停电的代志讲，台湾即马面对的是欠电的事实，因为会影响经济发展。批评民进党找各种理由伫咧杀责任，无法度解决问题。讲民进党的后步就是希望大家拢卖出来投票。我们还是在最后的关键这5、6天，我们全力以赴。我们用各种方式，用蚂蚁雄兵的方式来对抗今天的执政怪兽。新北市长侯友宜几落遍无参加国民党的造势场合，也几落遍和党内人士要求对公投表态。13侯友宜伫咧 FB 发表清理文，讲公投乃变做对人无对事，毋是朋友就是敌人，无甲敢若是伫咧选举共款，对立冲突，大家敢袂忝？伊相信人民拢正野心正忝。公投的真正意涵是人民自主意志的展现。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啦，公投就要登票啊！民众即马嘛已经拢爱收到公投的投票单啊，也有公布啊。即摆毋但有公布纸本尔，阁有推出互动式的电子册，而且嘛有增加24点钟用台语、客语甲华语的语音服务。目睭无方便的人，嘛使用听的来了解两边的意见。做团长的詹先生甲市长朋友共组乐团，在今年4大公投第一摆有有声公投公布专线，忍袂住来试看卖。中选会有声公报专线您好，听国语请按1。打电话其实一样是方便的，可是像我没有室内电话就觉得很贵了。我用行动打的，打室内电话还得了，听5分钟不得了了。有声公投公布专线是真好，按过认为若改做免付费电话，更较有吸引力。中选会表示会阁改进，民众应去中选会官方网站下载有声公投公布。第一摆的有声广播专线，甲过去录制伫光碟无共，24小时提供各台客语的语音服务，方便看无甲年岁较大的人。他只要拨这个电话，24小时都可以听到公投有声公报。那这个公投有声公报的内容包含公投的主文，还有公投的理由书，以及政府机关的意见书。中选会表示，照公投法规定，公投公布应该伫投票日2天进行，送到全国每一家。这摆提早送，也第一摆甲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用美学思维优化编排，看起来更加轻松。原本是分为左右2栏由上到下的阅读动线，而这次改成了上下2栏由左到右的阅读方式，块状的多栏式的设计，有效的控制每一行的字数。
不止传统纸本有新的看方式，即摆各设计互动式公投公布电子册，提供并页超连接加跳页看者功能，用轻松分享、转传下载，用选择介意的方式来了解公投公布内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7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53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5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742例。中国的病例有99000多例，日本超过172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50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10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836万例。原本大家拢就是讲，为着 Omicron 变种病毒，加镜头是轻轻啊，亲像感冒尔。啊，毋过英国即马是出现头一个死亡的案例，例如伦敦有真侪注射站拢出现来自第三档的人阵排队排甲落长。今讲的感染 Omicron， 毋那是伦敦真侪注射站排甲落长，出来用的快筛试剂也真歹买。嗰边健保服务 NHS 伫推特公布，系统真无行，请稍等或者是人工才试。I think you'd be silly not to be worried by it. 被认为结果是造成轻症的 Omicron， 即马伫伦敦已经出现死亡的病例。经过本来讲伦敦的感染者有1/3是 Omicron， 一天后煞快速增加。Here in the capital, it probably represents about 40% of the cases. Yes, Omicron is producing hospitalizations, and sadly, at least one patient has now been confirmed to have died with Omicron. 英国自11月27出现第一件 Omicron 确诊病例到即马，采取更加严厉防疫措施，希望民众赶紧做加强针，避免医疗体系崩解。We expect it to become the dominant COVID-19 variant in the capital in the next 48 hours. There are currently 10 confirmed people in England who have been hospitalised with Omicron. Third dose is 70%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symptomatic infection. 虽然专家还阁伫咧研究 Omicron， 不过已经知影做2剂预防针无够。If you get another dose of the Pfizer vaccine, for example, you see a re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antibodies, and that then is much more likely to provide cross protection against Omicron. 英国科学家上新的研究发现，做2剂预防针无法度产生有够对抗 Omicron 的中和抗体，也就是为什么真正被感染或者是做过疫苗的人也是会感染。不过相关研究也未经过专业的审查。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来关心美国的中西部，因为光雷啊风扫过6大州，灾情上届食力的肯塔基州已经造成上无64个人死亡。美国总统拜登是宣布讲，肯塔基州即马是重灾区，伊嘛打算伫拜三会去现场勘灾。连光风侵袭美国6个州，造成严重的伤亡。大风扫过了，规个厝拢变形，灾民长期整理物件，想到代志发生去当阵，也会惊。It's horrible. It's the definition of hell on earth. I can't. People's lost everything, and it's terrible. It's horrible. 美国当地时间7日，超过30粒连光风侵袭美国中西部，到即马抑阁无法度确定死亡人数。其中灾情上惨重的肯塔基州，目前已经知影至少64个人死亡，再加上其他的州，死亡人数恐惊会上100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宣布肯塔基州是重大灾区，除了要求联邦政府协助救援工作，提供一切援助，拜三也会去勘灾。Watched and been on the ground to see. It just you can see it in people's faces. So we just want them to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stay as long as it takes to help them. 伫灾后，大家拢伫咧讨论连光风警报系统。I know there were a large number of tornado emergencies that were issued, which is the strongest possible language we have. It's not completely clear how much stronger we could make the messages. 因为连光风的危害程度甲其他方向正歹预测，发警报正歹互民众知影严重性。若伤则发布紧急通知，时间若久，民众拢会放松袂注意。另外，厝的结构也个深受必然的地下室，也影响应变计划。Retrofitting houses for tornado is hard, because you have to work on attaching the sill plate of the house to the foundation, and
taking and attaching the walls of the house to the roof. 这边国家气象局有观测到连江风所顶动的路线有超过402公里，范围是比台湾还搁较长。美国环境保护局也开始研究气候变迁甲连江风之间的关系。公司新闻王碧文、田秀玲、郑伟林编辑。来关心一只英国的货船伫波罗的海挖进瑞典海岸的所在，甲一只单卖货船相撞。单卖货船全并船，目前知影上无已经造成一个人死亡，一个人失踪。瑞典是赶紧出动船只甲直升机去救。相撞的原因，那亲像是有人食烧酒驶船。伫咧离岸边无远远的外海，有一只货船规个并过去，岸边的搜救人员正想办法抢救。这台丹麦货船，当地时间13透早3点多，甲一台英国货船伫瑞典南部的于斯塔德外海，往丹麦本霍尔姆岛的所在相撞。丹麦货船被弄甲规个岛头在变过，瑞典的搜救单位是出动船甲飞机来救人。Vi letar efter 2 personer som befarar så, eller vi hoppas finns kvar ombord på båten. Så det är de vi ska göra ett eftersök efter. Hur pass allvarlig är den här olyckan? Den är allvarlig så att eventuellt så har 2 personer omkommit och sen har vi ett miljöarbete därefter som är lite sekundärt när det gäller livet, men eventuellt så har 2 personer omkommit, så att allvarligt. 搜救人员伫咧船舱内面找到其中一个人的尸体，因为英国货船顶的人全部拢正平安。瑞典的海事管理局讲，虽然迄当阵海面上有大网雾，但阁无清楚发生烧浪的原因。瑞典的检察官已经拘留一位英国的公民，甲一位克罗埃西亚的公民，针对海上交通过失肇事甲海上饮酒开船做调查。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中国打压香港，英国全放任 BNO 护照，方便香港人去英国，所以即马逐礼拜拢有要2500人入境。不过英国的媒体即马是报讲，因为这人拢是雄雄公公走去英国的，真侪香港人找头路带倒位读册拢无安排，甚至阁有人落无厝。中国打压香港民主自由，跳掉香港人抵港50年不变的承诺了后，英国政府就宣布对300万持有 BNO 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香港人大开门户欢迎因移居英国。今年1月以来，香港人以逐礼拜2500人的比例，成做英国境内成长上快速的族群。不过，伫这年底时间内数量真大的特定移民涌入，是好也是唔好。30年前移居伦敦南区沙顿市的老香港人，蔡先生有伊家己看法。For the new arrival come here, it will be very easy to have social conflict or racism. Maybe people will see them as enemy or competitors. 比较伦敦的高房价，沙顿市的房地产价小真济，再加上离伦敦市区无远，犯罪率低，学区也袂歹。这一年以来吸引大批香港新移民来遮住。商店街市场四月拢会当听到讲谈话。设伫伦敦北区，为东亚甲东南亚族群提供服务的尼克华人中心，期间对英国记者表示，立场亲北京政府的传统华裔社区上会，甚至透过社群媒体散播无被请用香港人的消息。There have been online messages through WhatsApp, through Facebook, through various social media, calling for people not to employ Hong Kongers. 为此，中央政府伫这个财政年度编列4300万英镑经费，协助 BNO 护照持有者的大帮就业甲教育问题，互伊会当顺利的融入新社会，开启新的生活。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关心缅甸伫今年1月份发生军事政变。伫缅甸西北部挖近印度边界的钦邦，有一寡少数的民族组成的民兵团体，即马规模愈来愈大，而且因的训练嘛愈来愈杂白。即马军政府就较烦恼讲，烦恼练功，因会真好对付，所以决定先出手去镇压。一个25岁缅甸钦邦的成员扎拉特威，真正是咧拍无胜负的。今年2月份军事政变了后，加入当地反对势力民兵钦邦防卫军 CDF。5月伫缅达镇一场行动当中，去互军方用枪带着抢夺，骨线安尼断去，未来嘛袂当阁拍无胜负啊！即嘛伊美伫咧印度瓦缅甸边境美索南邦的所在，注心伫咧反抗行动。若钦邦遮的反抗势力，因为伫咧政变了后，流亡的地下政府甲海外侨民的支持之下，持续得到资金、药啊、武器甲装备的支援。
嘛训练济轻绑的青年战士，即嘛已经加速反抗军事统治的前线。But now, if we have 100 persons, 90 personnel for automatics, and only to me it's only 10, and we are now knowing how to use mine. 缅甸伫2月份军事政变了后，全国有济真不满的百姓加入青帮，不过因为青帮的规模是成长了真紧，而且甲伫当地已经真久的亲民族阵线 CNF 结合，做更较有效果的游击战斗训练，互军政府是感受到威胁。这几礼拜以来，已经伫青帮发动几波攻击，指控所谓反抗军甲地下政府拢是恐怖分子。不过青帮目前得到的支持是有加无减。Now the CDF, all of the CDFs, they have finished training, going better to train and like to lead and to command and order. 最近缅甸军方对青帮抑个其他的反抗势力出手是真重。联合国安理会等各国甲15个国家联合要求军方要自我约束，嘛鼓励缅甸的民众考虑自身的利益，甲军政府好好对话和解。美国甲安理会嘛警告，若搁安尼落去，2017年军方对罗兴亚穆斯林粗残的镇压，造成70多万人离开的悲剧，可能会搁发生。因为缅甸军方这边目前是无对青帮的情势做出回应。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日国际上，抑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巴西东北部有51个城市因为大水祸造成10个人死亡，267个人受伤，超过22万人有路无厝，而且灾害即马也在扩大。来关心印尼卫生官员是表示，印尼从今日开始，因要替6岁至11岁囡仔注预防针，即马加做东南亚头一个替细汉囡仔注预防针的国家。来关心俄罗斯是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伫欧洲有部署中程的核飞弹这个计划，所以因国务次长嘛爱提出同款的作为来应用。镜头搁等下咱国来关心，这个拜六12月18，咱4大公投要投票。其中保护海草大这个公投是影响第3天然气接收站的工程。伫公投进前，政府已经有提出刷向外海替代方案，嘛强调讲这个方案是双赢，会当保护海草大，而且嘛会当减量土炭，兼顾中南部空气品质。政府嘛有得到一寡环保团体的支持。严格发起这个公投的潘中正是认为讲，做对外海气并无解决问题，也是会伤害珍贵的海草大。真爱早教联署达标。早教投同意，非核护家园。史上头一届公民团体发起的环境公投议题，像坐直升机冲过人事关卡上岸，为着避免签刷延长完工期，中油第3天然气接收站原地的规划，搁向外设置离岸1.2公里，保护藻礁生态，减少中南部的空污染，应该是一个两全的价值。政府讲新方案一检二过，和一寡原本支持3接爱签署的学者甲款团嘛改变态度。潘老师他们担心的，其实也是担心，他们并没有完整的实证的研究的数据。阮是感觉遗憾啦吼，不过阮嘛尊重啦，因为每一个团体吼，因的价值精神本来就无共嘛。一句价值精神无共，点出心内的无奈。当初的同志，即马却因为烦恼烧土炭的污染，行无公路。早教永存，早教永存。那其中一个很大的代价就是我们对于这个空污燃煤发电的减少，其实大概就会停滞，也许10年左右的时间。中部在南部各有一个接收站，可是北部其实是我们发展天然气的重镇，可是却没有接收站。那这个长期的运输，当然其实也会增加这个燃气的风险。那像讲高雄这的兴达电厂，台中的这个中火吼，而是讲云林这的麦寮电厂，所以其实这个本来要准时要处理的这个电厂，有可能就会延长伊的时间。经济部初算3接通稳定提供137亿度的发电量，差不多是一档增加5%的电，嘛是面对极端气候、供电无稳下，真好使用的能源。但是公投提案这边唔愿相信这个讲法。我较怀疑就是讲，因提出来再外推方案，那是做假啦，嘛是有可能爱过去吞海啦。咱早教可能啊命运真歹，真可怜啦。阮的看法吼，台湾唔是欠电啦。那阮的了解，台湾的迄个天然气嘛是有够啦，
因即马都用这来喊。潘中正表示，三接若起，未来海上风速等等，是毋是会影响海草搭甲海平的生态？些人嘛讲袂准，就算讲最后表态无支持海草搭公投提案的环保团体，嘛认为解决空污甲欠电，也是爱对源头抑制用电。即摆咱的电价是全世界差不多是上少的啦。除了这再生能源以外，咱煤炭、天然气啊，是核能啊，拢是外口来的。所以其实咱电遐尔少是无合理的啦。照经济部电力强势报告来看，工业电力使用占全台超过60%，去年新中2%高，受到厂商扩厂的增加，预测到2027年，达当平均阁新中2.9%。在公投之道，各人行各路的环保团体，至少也有共识认为，政府就要提出更较积极的节电计划，袂当一直发要起电厂，互人民甲环境因素甲经济能源之间做选择。记者陈阿文、李小凯台北报道。中油的第3天然气接收站引起保护海草大争议。那伫高雄永安有第1天然气接收站，而且已经起30档，所发现讲这港喙的海底自本是无酸污的，毋过即马有发现14种酸污，互人真意外。毋过当地民众甲里长嘛拢对接收站日头咧扩大真不满，因讲直咧起自由造，认为因的生态也佮因的经济拢受影响。呛水入去海底，会当看到红色、青色，有的亲像树皮的酸污。这毋是台湾离岛，也是垦丁，是中油永安天然气接收站的港区。3、4档前，因发现海底有酸污，嘛感觉真意外。包括我们的北码头北侧的海堤哈，那还有东侧的海堤，包括那个南部南堤那边。都有一些珊瑚的踪迹，其实从目视的方式如果说就可以看得到。徛伫海岸，地当看到肉粽角有真侪贝类，有时阁会当看到酸污。中油表示，30档前起这个厂的时阵，海底也无酸污，目前至少发现14种酸污，因认为是风波堤营造环境，加上这的水质水温适合。因为在做热交换的过程当中，我的水温就会。外面会比外面的海水的温度会略降哈，那这个水温就刚好非常适合珊瑚的那个生长。因为酸污，中油这3档拢会派人呛水翕影片。中油永安厂是台湾第1个，嘛是上大的天然气接收站，6座液化天然气 LNG 都座的量已经紧绷，按算要增加3座。中油强调 ，LNG 营运对生态嘛有保育，不过当地民众看法就无同啊。阮做囡仔印象是差不多爱搁出去1,200公尺，而且搁有沙洲的啦，就是因来了开始救。你看到即摆咧看呀，迄就是因的事业体啊。因若是无救的话，因唔免做遐。新港里长质疑去接收站造成海沙堡倒救，本地这的渔民大部分靠扒鱼过生活，渔民嘛不满，破坏甲载 LNG 的大船，拢影响渔民掠鱼。即马一个月10几磅、17、8磅，啊要20磅啊！即马，阮即马就爱让伊，对无？阮伊较无影响个，伊拢敢喂的，伊迄岸边喂的鱼啊，特别当入来啊。太多的限制，你造成说你渔民要抓鱼养活自己。唔是干那讲完全补助就有效啊！你要咱补助一世人呢？即马真侪渔民改做养殖，因无奈接受甲中油做厝边，若是要增加督责，因也是有疑虑。咱市内啊，恁住伫都市内底的雅士行，伊都有一个规范啊啦。遮尔大的雅士储存槽伫遮，竟然没有规范，嘛无一个足完善的疏散避难计划。海岸线那个内缩这个情形，并在永安厂还没兴建之前就有了。那后面的话，事实上也整个台湾西南也不是只有永安厂有盖在岸边呐、港边呐。中油认为，讲永安厂造成这海岸线倒救，对因真无公平。里长是希望3接的争议会当顺续，让大家了解因的心声。记者陈阿文、赖维做高雄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昨暗 Intel 执行长季辛格坐私人专机飞来咱台湾。经济部有证实这项消息，嘛讲这单纯是企业行为，好像伊是要来甲台积电讨论采买计划。
基辛格坐私人的飞行机，伫昨暗10:45分飞到桃园机场。伊这条飞行机是先采用经济起跑的防疫专案，直接入境台湾就去饭店。外国媒体即马是报讲，伊即抓来是主要要甲台积电确认三奈米制定代工的代志，嘛会强化甲台湾半导体供应链的关系。啊，那 Intel 甲台积电针对媒体报道拢无要回应。在地上头条来关心阿罗哈客运资本是对外公告讲，因要做到12月13昨尔，验过昨昏大转变。阿罗哈客运即马宣布讲，经过交通部的关心，还有甲公路总局已经答应讲会甲因协助，所以因决定要继续经营。阿罗哈客运高雄站的员工透早要是照常服务旅客。公司目前敢若剩台北到高雄、台北到嘉义这2条路线。原本13是上尾一天发车，都有乘客专工来买票要做纪念。下班专程来这边买车票，因为就是以前在台北工作的时候就常到阿罗哈，就是满满的回忆啦。那就是算是时代的眼泪吧，我觉得。持续了上班到月底。对，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乘客手上握有套票的。还没来退票。阿罗哈客运要收起来，员工甲旅客拢真唔甘。不过阿罗哈客运13中昼伫官方网站向大声明讲，原本按算经营到12月13。感谢交通部的长官向本公司传达关怀。临时董事会已经决议通过，决定要继续营业，会调整营运的策略来对抗疫情，持续向前行。阿罗哈嘛强调讲，因为交通部的协调，加上宣布停赛了后，侪民众发信息甲留话甲因支持，所以决定要继续经落去。目前已经有募资的拍算。董事那边大概会有一些财力的一些移入进来，去募资就对了。大概会有这方面的一些处理。没有表示在政府这一边困扰的部分，我们会加以来协助。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12月初5有亲身甲业者见面，了解阿罗哈经营的困境。业者反映讲，伫高雄的都会区清载塞车是真大的困扰，希望政府会当比较国道5号的模式，伫较会塞车的都会区会当设大客车的专用道。公路总局嘛答应讲，会赶紧来协调各公局甲地方政府。交通部嘛讲，公路总局嘛有去拜访顶一日宣布要停驶的日通客运，业者嘛有答应讲会阁考虑，至少会营运到新车了后，才来决定后一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仁德有一个新的建案，顶礼拜有民众透明排队，也毋过初到内政部有宣布要修法，提出有受厝买卖限制措施了后，就有投资者即马开始咧摕订单，甚至有人家伫网络顶头，甲医生买卖主文的单啊，讲要甲卖掉。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讲，这个新建案买卖主文单啊已经有300多张啊，若是转互第三者，拢算违法，拢会罚钱。真大的广告都打伫接待中心的大门，甲民众讲13到17这段期间暂停看厝，爱民众拜来了后才过来。所以我们也没有听说什么签约频转的事这样，这礼拜都要忙签约这样。这是台南市仁德区的换厝接待中心，车票开始卖时人客满，甚至还阁有人透明排队，都惊抢袂到。想袂到内政部初九宣布要修法，限制换厝换约转卖等5大打炒房措施，即马就传出有人伫网络抛出这个换厝案12楼的卖厝资讯，而且是买卖价同款的红单平转，引起外界质疑，敢是建商有找人头排队买厝？平转就是我买1000万，我也是以1000万卖出，是没有利润可言，所以他们可能是担心，就是说会严重打击到所谓的预售屋的市场，炒作房地产的这些行为，我们必须要遏制。所以对红单、私法人，也就这些公司囤积房子等等，那我们当然要做相关的处理。中南表示，最近几年台南投资风气真好。内政部新修正的草案，确实会影响到换厝的转型。第时即马都会出现一波平转，也是少效率的卖出案件陆续出现。台南市地政局表示，经过了解，这个换厝案的红单已经签300多张，买受件是袂当转让予第三人，一旦违法，拢会当开罚。客户买受人跟建商如果是退户的话，那他们就是解除了他们的这个买卖的这个契约嘛，哈。那这个可能这个退户是自由的，但是如果是有合谋的，是有刻意的，名目上是退户再购买，但是实际上是一个红单转让的行为的话，这个如果查明属实的话，我们还是会开罚的。
在地政府一直用出打查房措施的同时，却也陆续传出有投资客透过人头户信贷，像头一摆买厝利息优惠。对此，财政部长苏建荣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也答应，将交代公股银行董事长总经理落实，继续要求深圳进行帮财产授信。记者综合报道。伫下港正出名的丹丹汉堡是宣布讲，因要起价，对17开始，伫店内有7种规套的套餐拢会起价，上济起5块。另外，伫高雄的凤山嘛有卖土豆汤的，因为讲土豆起价，所以对12月份嘛全部拢起30块。毋是食饭时间，即间伫咧高雄7贤路的丹丹汉堡夹，人客也是袂少。毋过柜台已经打广告，写讲因为关不了包装，甲基本工资等等。营运的费用加悬，12月17开始要起价。我们现在已经有公告在那边了，那边真人就已经有写170。店内底的套餐拢总有14组，有一半拢照起价，起的幅度伫2块至5块。遐若米糕、红肠、煎番薯条等等算5项的商品，是起2块至4块，算的整体是起2%左右。不过观光的薪水嘛，为12月1开始调做1点钟170块。毕竟这是民生物品，还是得要吃，还是得买，还是接受对不对？对啊，也只能接受啊，不然如果店家倒的话，我们吃不到也是，反而也是困扰。业者讲要起价，大部分的消费者拢讲会当接受。不过这波关不了起价，什么时阵才会动店？高雄凤山这间真有名卖盘手的店头，已经开30年，嘛因为国内土豆等等的原料价钱是起无休困，为这个月1开始，所有商品的价钱拢起30块。就拢逐项起又白起啊，逐项个起又无法度啦。像迄土豆起7摆，即摆佫加起2摆呢，啊，有无法度，无起袂使啦。好吃比较重要吧。所以你觉得价格无所谓？对。头家娘讲，今年光是国内的土豆已经毋知影起价起几届啊，加上工资、材料成本增加，即嘛无起价是袂煞哩啊。而且营业成本一直加悬，毋知要到伫当时，所以商品的介绍，敢干那起一届尔，店头嘛无法度确定。记者综合报道。第5号上头，咱镜头来云林。云林的水拿是咱全台湾上大旱季的产区，产量要挖全国的一半。今年水拿乡公所有举办旱季文化节，要推广在地农产。黄金色的番薯肉看起来是米个 Q， 这是大龙57号番薯，也号做黄金番薯。除了直接烘来食，也真适合摕来做番薯酥等等的刺绣啊。云林水拿乡公所最近举办番薯文化节，以创作新黄金传说做主题，现场有通试食，也有体验手工的活动。办得还不错啊，蛮热闹的。水泥地瓜很甜，然后蛮绵密的，很甜，真的很甜又 Q。云林农业的种植面积是全台湾第一，也那水拿乡是国内番薯上大的产区，产量大约接全国的5成。当年11月开始是采收的季节，公所也伫这个时阵办相关活动，现场唔但番薯，也有口味黄金乌鱼子通试食。水拿是咱全台湾吼，迄个种植番薯面积上大的，啊，咱水拿乡这边所种植的这个番薯上济量的部分，就是台农57号，就是咱讲的迄个黄金树。固定伫这番薯开始要生产出来，这个季节拢伫这来办一个番薯节，来推销咱水拿的番薯。水拿乡公所即摆举办番薯文化节，民众伫现场通食到番薯、乌鱼子，也有黄金密博馆的手工体验。公所希望透过这个活动，会当推广在地特色，也行销本土农产。记者综合报道。12月24日，台湾世界展要伫嘉义开播。嘉义市政府伫昨昏有开记者会，邀请配合世界展的在地农业产业来发表转型的产品包装，嘛要互民众了解设计对产业价值的提升有啥物款帮助。各种包装设计加水水的商品，拢是即届台湾设计展嘉义市政府辅导转型的在地企业的产品。嘉义市政府13举办台湾设计展的开展记者会，现场小介者的产品设计加生活的结合，文化跟设计融合进来，不止跟设计融合进来，还带入了我们的产业，让我们产业的附加价值提升。12月24日，伫嘉义举办的台湾设计展，计共有嘉义旧家业、林体制裁所甲嘉义文创园区3大展区，目前3个所在拢无因咧布达。主管文创园区设计的主题是“拄好的精神”，
希望介绍家己这座空间、时间、生活拢拄好的城市。在12月24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月2号，来到这个城市，看这个城市的亮点，也看到台湾设计展展现的能量。除了平面的展览，主办单位嘛特别结合艺术活动，邀请在地表演团队阮剧团，伫家己市旧城区一寡景点头前，用宽景剧场来演出，希望互来看展览的民众，除了了解家己设计的未来，嘛会当入捌在地深度的文化。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文化新简介，咱来看日本时代起的台北市旧厦门街派出所交具现代主义风格，进前险险拆掉，加上经过文化局一个民间团体合作，即马已经修复完成，开放参观。厦门街这栋旧派出所伫1936年完工，规面壁是以特殊模样的泰鲁来装饰，呈现出迄当阵的现代主义风格。路尾派出所所位因为建筑受过旧，原地安装拆除，不过即马伫修复了后，合作下川九事重新开放。它跟就是传统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古迹那种木造的和传统日本式跟和洋混合式都不一样。那这种现代主义风格其实是非常适合，就是走入大家一般人的就是生活里面。轨道顶的泰鲁拢是为着修复旧派出所所设计出来的花样。台北市文化局推动老厝文化运动计划，甲有意愿的民间企业合作修复老厝，为着卖互老厝的风格伫修复了后走进去，侪美角都需要来回协调扩进。因为要符合就是当初文资委员的期待，那我们其实烧了非常多的就是样砖，然后去给文资委员讨论经营像艺文的中心，做一些商业的盈利。那包括咖啡店，包括餐酒店，开幕的下川酒食是正是大概第14栋完成的部分。那现在在建的大概还有20几栋。为即马开始修复了后的旧派出所，加做餐厅甲艺文空间来使用。文化局讲，刷落来3栋内，会有40栋左右的老厝陆续完成修复，重新参大家见面。记者郭文正、派文台北报道。嘛是真有特色的建筑物，这是台北市大东区的大桥教会，有传教士马街伫清朝时期起的教堂，文化局伫前一阵仔嘛甲登录做历史建筑。大东区大桥教会保存清朝时期的基里安照的歌墙，台北市文化局文资小组最近审查同意，甲登录正做历史建筑。这里呢，以前叫做仿系教会跟邦卡教会，对，然后从仿系教会呢，就是一个独特的建筑物在这个地方呈现。那时代的建筑呢，基本上都是用基里安石去建造。基里安石呢，就是一个那时候一个贵重的一个石头。大桥教会表示，中华战争过后，老兵团拨款赔偿，马街神父就用这笔经费，重启这甲其他厝用石造尖塔起的教堂，但是所有的建筑物大部分已经毁掉，目前只剩一堵大约2尺长的基里安挂墙，甲牧师办公室，是当年教堂的遗构。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旁边的这个窗户呢，就是那时候一直保留到现在。它的特色呢，其实它就是基里安石，然后它是一层一层一层这样子叠上去的。所以呢，相对上呢，历史老师也说，就是在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可以看到它的厚度其实是与我们所想象中的那墙壁的厚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台北市文化局表示，文资审查委员讨论了后，认为有保留的价值，嘛是当时传教历史的重要见证。大桥教会表示，教会这几档除了协助绿色儿童设置社区关怀站，嘛希望透过文资身份，吸引更加侪游客来社区行踏。记者陈亚文、小凯台北报道。那比利时有一个19岁查某囡仔，名叫做拉拉，伊伫今年8月份的时对比利时出发，伊是驶轻型的飞行机，伊讲要坐地球一年。顶一日已经到南韩啊，按算伫今仔日会飞来咱台湾。这个驶超轻型飞行机是今年才19岁英的比利时查某囡仔扎拉塞夫，8月18为比利时飞向英国环球飞行。按算航程是超过5大洲50个国家，里程数会超过5万公里。这个月11为俄罗斯海参崴飞到南韩首尔金浦机场，当地飞行迷特别去机场欢迎，伊会伫14飞来台湾。伊原本按算伫圣诞节进前完成这座环球飞行挑战。不过进前雨潮甲天气因素，伫美国甲俄罗斯各经过差不多1个月，互伊要飞回去比利时庆祝圣诞无希望。It has been challenging. So I was stuck in Alaska because of visa and weather issues for a month. I was stuck in Russia for a month.
because of visa and weather issues. And I mean, I was hoping to be home before Christmas, but I don't think that's going to happen anymore. But I mean, it's an adventure, so. 因为疫情的关系，伊无法度入去市区拜访，啊，毋过伊用伫空中看每一个都市甲国家。I'm seeing these spaces from the air, and that is one of the most incredible things, and it's so unique. So although I'm not always allowed to go into the cities and walk around and check out the museums or restaurants, I can always see everything from the air, and it's pretty incredible. 伊想要做一个太空人，相亲拢是飞行员，即摆是挑战美国飞行员萨斯塔维兹。2017年以30岁年岁创下全球飞行上少年女性的世界纪录。男性是梅森安德鲁斯，2018年创的18岁纪录。记者综合报道。哇，年底啊，耶诞节明要到位啊，各地耶诞树拢已经点到啊。那耶诞树普通拢是一丛较济，毋过有人有444丛，规片耶诞树是更新是水甲，嘛拍破世界纪录。门一开开，看到内面规个拢是圣诞树，自客厅到房间，自巷路到楼梯，每一个所在拢有圣诞的气氛。住伫德国西北部的伊洛米昂姆，10年来圣诞节拢会装饰圣诞树。今年算算的30平的空间内面，总共有444丛圣诞树，各创世界纪录。Das Rekordinstitut für Deutschland bestätigt den neuen Weltrekord: 444 geschmückte Weihnachtsbäume. Und das ist Ihre Urkunde. Herzlichen Glückwunsch. Dankeschön. Super. Geschafft. Jawohl. 伊洛米出来圣诞树，每一丛拢有无同的主题，有星际大战、超级英雄甲黄色的阿比亚。翁仔某2个人自8月就开始布置，每一丛拢无同款，总共用上万粒圣诞球，也有300条彩色电火线。Bisher gibt es keinen anderen, der sein Haus in dieser ausufernden Weise weihnachtlich schmückt. Aber vielleicht wird ja jetzt der ein oder andere aufmerksam und sagt, ja Mensch, das kann ich auch. Ich habe ja noch von Tante Elfriede meine 500 Bäume im Keller stehen, die müssen jetzt endlich mal raus. Das wäre eine schöne Geschichte. 伊洛米翁某对装扮圣诞树的热情，即马抑阁无人会当甲因比。今年已经是第4遍创世界纪录。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道在，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22度。做伙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